呢份3.5規劃佢有啲突破點嘅，其中一個係不能夠否認嘅，就係多咗橫琴合作區。咁而橫琴合作區呢個定位，咁其實過去由2021年去到而家，咁其實都已經都有唔少嘅一啲發展嘅嘢做咗嘅，再加上埋譬如話橫琴商業區政府咁就早1個月到啦，咁就其實都成個行政體系都有一個改革，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嘅懷疑係，其實成個3.5規劃其實都唔係話單純係淨係睇翻澳門本地，咁其實橫琴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砝碼，咁所以睇翻譬如話係啱啱呢個3.5規劃個篇章入邊都有真係直接將橫琴係獨立成篇咁樣樣，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合理嘅佈局。如果你問我啦，我反而會覺得係政府佢而家不斷提倡係優化或者迭代更新緊佢哋嘅電子政務，即係我反而會覺得係放翻落去由過去啦，我哋會認知嘅一啲電子政務係好中意係揾翻個別嘅 Apps， 跟住 kick 入去入邊，跟住去使用翻啲服務。其實我會相信係嚟緊嘅一戶通3.0。都可能有借鑑翻內地一啲電子政務嘅服務。其實我反而會覺得係，如果係往翻依個視角去睇翻，就係話會唔會話即係假如啲市民佢真係有用開一戶通，咁而一戶通理論上應該記錄翻晒嗰啲市民應該有嘅資料。咁如果係話出現一啲類似 AI 對話嘅一啲嘢嘅，就直接去問翻個 AI 啦。跟住係大家係有個目標，唔係話純粹躺平，而係有個目標係大家點樣去努力。但係話最終係咪可以做到嗰樣嘅目標咧？其實好多時候可能係成個社會變化太難預測啦。咁其實反而我自己會覺得係，如果去唔到某啲目標嘅，其實需要有啲檢視嘅機制。因為一啲咩因素而導致到個目標去唔到咧？咁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先講翻係法治澳門先啦。咁你一個地方，你係必須要保障翻一個社會一個穩定。咁所以其實法治澳門俾我一個感覺係有些少重翻話之前我講緊係成個框架去睇翻，你國家都唔安全。你後邊嗰啲嘢你係講唔上到㗎，咁變咗係話你個法治澳門有些少就類似係國家安全，係將翻一個社會穩定係放住喺一個最前列嘅位置。咁而另一個幸福澳門，亦都老實講，你澳門作為一個政府，佢一定係希望係居於澳門嘅所有澳門居民都要幸福先啦，係咪？即係如果佢唔幸福嘅，你前面嗰3項做得有幾好，都係冇意思㗎嘛。咁同一個思路，咁所以變咗幸福澳門放翻最 last， 但係終嘅目標一定係幸福㗎啦。咁而話去到文化澳門，咁都係好合理嘅，就係話你其實放翻澳門，佢所以澳門係澳門嘅，因為佢有獨特嘅文化基因。咁如果我哋連澳門自身嘅文化特色喺邊度都了解唔到嘅，或者係創造唔到出嚟嘅，咁其實我哋係好難孕育到係一個幸福澳門。因為其實喺翻唔同地方，幸福，咩叫幸福，大家嗰個解説都係唔同。咁所以係有一種係文化基因嘅存在咯。